这个装束实际就是配重的。加油！好的。哎呦，动作非常的优美，向前走步式的落水，直接一步踏上了薛定谔的桶，姿势非常的标准。大家看，这叫什么呢？这个不叫向前，也不叫向后，而是叫做直接向下走步式。猫和老鼠果然是真的，有画面了是吧？这个清水里的呢，就叫鼠标。我感谢我的好兄弟把我送到这个节目来，然后呢，也非常期待他来好好的玩一次，因为他这个跑酷的能力什么的还是挺强的。嗯，一玩落水激起千层浪啊，就能不能有一个争气的？啊，我现在这一个快递单号呢，又将在我的这个字典当中勾去，拜拜。